主后2026年6月28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圣，咱来听读圣经《阿摩司书》第2章第40到第8节。上主安尼讲：犹太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拒绝上主的律法，无守伊的规例，因对因的祖先拜假神，受引诱行迷路。所以我要放火烧犹大，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。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为着阮出卖义人，为着一双鞋卖散赤人。因吞踏散赤人的头壳，亲像伫踏土粉。因剥夺困苦人的权利。老爸甲囝公家一个少女，直到亵渎我的性命。因伫逐个祭坛边用散赤人摕来抵押的外衫做床裙，伫因的上帝的殿啉百姓得到的钱买的酒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12小先知书，就亲像是一罐真宝贵、搁水、毋过细粒的珍珠破链，挂伫旧约圣经的中间，无因为细本就无显目，反倒散发强烈的圣洁光芒，吸引人搁较亲近上帝，留心听上帝透过先知所传讲的信息。咱读完约珥书，换读阿摩司书。先知阿摩司是伫主前第8世纪中叶，乌西雅做南犹大国的王，耶罗波安2世做北以色列国。迄期间，大约伫主前760年到750年之间做先知侍奉。乌西雅甲耶罗波安2世因在位拢真长。乌西雅做王52年，耶罗波安2世做王40年。这两个王伫以下的南北国国势强盛，尤其耶罗波安2世是北国上界出色的国王，伊的疆土也差不多通比拼大卫和所罗门全盛的时期的北以色列，通讲是黄金时代，四境太平，社会甲经济复兴，出口贸易也真热络，文化风气兴盛。伫迄时，上帝呼召阿摩司做先知，伊是南犹大住伫耶路撒冷南边大约20公里远，伫提哥亚一个小乡村的农民。伊的主业是饲羊，副业是整理酸菜树。伊受上主呼召去往北国以色列宣告上帝的刑罚，因为因拜偶像，也伫宗教甲社会道德败坏，惹怒上帝受气甲刑罚。伊呼召众人着醒悟悔改，归向上主。做事敬怒当权者甲遐既得利益分子，排斥和赶逐。后来，阿摩司倒转去到伫南国，虽然伊将上帝予伊的预言写作册，啥时阵伊犹原继续向南犹大甲北以色列国发出信息。阿摩司的先知信息是千古名言，因为洞察每一个时代社会不公不义
甲有过，只有听叹上帝，才当免除刑罚的活路。大先，咱来看第1章到第2章的分段。第一段是伫第1章第1节到第2节，上主对锡安发出对列国的审判。阿摩斯是住伫提哥仔的一个故乡的人，伫乌西亚做犹大王，耶罗波安2世做以色列王的期间，就是大地震前的2年，又受上帝感动做先知，主要向北以色列国发出预言。上帝所发出的声，就亲像狮在吼、雷在弹，是强搁有力，会引起山火烧尽，各样人会草埔打去，互加密的山顶也拢高大。加密就有即个圣地的辉煌的美称，毋过伫上主的审判刑罚，要成做寸草不生的荒地，表示这严重性非同小可。第2段是伫第1章的第3节到第2章15节，对以色列邻国的审判。伫对以色列的审判以前，上帝大先审判以色列周围的国家，先提起遮个异族列邦，然后讲到甲因同宗的犹大，最后才讲到以色列。对每一个国家的审判，也拢用上主安尼讲：某人一遍搁再一遍犯罪，我一定刑罚因。一遍搁一遍，伫中文的圣经有译做三番四次，也是再三犯罪，表示甲犯罪当作是常态，罪恶深重，也罪无可赦的意思。头一个国家是对叙利亚的审判，伫第1章3节到5节。叙利亚也称作是阿兰国。伊的首都是大马士革，也翻译做大马色。上帝要刑罚因虐待基列人，所以上帝也要消灭便哈达王，人民也要受掠去到伫建尼。第2个国家是对菲利斯的审判，伫第1章6节到8节。菲利斯人住伫地中海加沙一带，因原本有5个城邦，因的祖先是来自欧洲、希腊、爱琴海一带的强悍移民。伫士师时代甲扫罗做王的时，菲利斯人成做以色列上界主要的对敌，因为爱掠人去卖互以东人做奴才。所以上帝讲，因也要受灭亡。第3个国家是对泰尼的审判，第1章9节到10节。泰尼也通译做吹罗，伫大比所罗门的时代，泰尼王希兰甲以色列是重要的盟友，以及贸易谈判。总是因犯甲菲利斯共款的罪，甲人卖互以东做奴才，阁无遵守友邦的盟约，所以也要受战火摧毁。第4个国家是对以东的审判，第1章11节到12节。以东甲以色列是近亲的种族，以东是雅各的双生兄哥以扫的后代，原本应该是亲密兄弟之交的邦国。毋过呢，因伫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入迦南的路，若无照因路通行，搁带刀剑对杀因。伫此后，
以东人也定定成做以色列人的心头大患，袂输是小狗恶龙，所以上帝讲因要受罚除。第五个国家是对阿门的审判，第一章13节到15节。阿门甲摩押是罗得的子孙，算起来也是以色列的远亲。毋过因为着扩展领土，残忍甲吉列地区的妇人破腹杀害、手段凶残，所以也要受掠受放逐。第六个国家是对摩押的审判，第2章1节到3节。摩押人受审判的理由是因将以东王的骨头挖出来烧变成做火灰。这伫咱的时代会感觉讲无啥奇怪，因为今仔日的人死了后，绝大多数是采取火葬，甲尸体火化变成做是骨头糊。总是摩押人甲以东人甲这个以东王的骨头烧做火灰，这个用意心态较类似古代的中国，甲人的死人骨头挖出来，甲伊鞭尸，也是碎骨分尸，迄个目的是侮辱，也是报复，要互死者死后也不得安宁。所以这是残忍无人道、极端侮辱的方式。因为安尼，因也要受处死，也要亡国。第三段是伫第2章第4节到第5节，对犹大国的审判。将犹大单独列做一点，是因为上帝审判毋是干那针对以色列的周围国家，也要降临伫南犹大甲北以色列。阿摩斯较济是针对北以色列发出预言甲信息，毋过南犹大国甲北以色列是当中分裂的两个共民族的国家，所以也袂当跳过。南犹大国嘛是先知阿摩斯的母国，毋过上主讲，因为南犹大国弃杀上帝，毋遵守伊的律法规例，搁去拜偶像假神，所以也要受上帝弃杀。第4段伫第2章6节到16节，咧讲对北以色列国的审判。上主对北以色列国的审判罪状，咱有看到落长一大段，讲因贪财出卖义人，讲因对散赤人无怜悯的心，剥削困苦人，白囝当困一个少女，搁伫上帝殿用不义不法的手段得到的物，伫遐车花享乐。因轻看上帝所赐的产业，搁煽动也是强迫利俗人那些人犯啉酒的戒规，搁禁止上主的先知传达上帝的话。这一切，无论伫宗教信仰的偏差，也是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失常，导致上帝的审判刑罚要临到伫因要受敌人打败见效。阿摩司书第1章到第2章对咱的教示，头一点咧讲起上主关心伫列国万民，也就是上主关心伫国际的局势甲互动。阿摩司的信息毋是干关注伫犹大甲以色列，也包括周围的大小无同的国家甲民族。准确
看见因主要的问题、受上帝审判的理由以及刑罚的方式、未来的命运等等。对这，咱通知上帝创造世界也管理人类的历史甲命运。世界甲大大小小的国家民族，也拢伫上帝列理下面受祝福，也是受管教。而且上帝嘛无分讲是有信上帝也无信上帝的国家，上帝拢照伊的公平、正义、慈爱、人民的标准一视同仁。遐个受压迫、剥削、受暴力、强权欺负的弱势者，上帝最后要替因伸冤报仇。遐个掠做三番四次一遍搁一遍犯罪，再三犯罪也无要紧，压霸的小者，无论是国家的政权，也是团体、个人，最终也要伫上帝出手中间来受治理。这世界的法则是强欺弱，拳头母较大粒的人讲话会上大声，阁有力。遐个弱势者真恶得有翻身的机会。毋过，伫上帝的法则并毋是安尼。上帝并毋是看强也是弱，是看国家也是人有符合伫公义、慈爱、善良、正直的原则啊无，并袂偏袒伫倒一边。箴言14章40讲，公义互国家强盛，罪恶互人民受凌辱。第二，伫这个所在咧讲家事、国事、世界事、事事关心。先知阿摩斯是主前第8世纪中叶，住伫南犹大国耶路撒冷以南一个叫做提格阿的小庄骹，咧饲养兼整理酸菜树的做事人农民。伫大约3000年前，资讯新闻的消息要取得是相当的困难，除非是国家级的情报网提供消息。毋过阿摩斯只是平凡人，真无可能取得遮尔大量的情报，以及营业条件嘛无可能周游列国来了解遮济重要的资料。总是咱通看见阿摩斯伊非常注意也关心了解周围各国的情形，尤其对北以色列的政治、社会、宗教、国际局势了解一清二楚，鞭策入骨，渐渐见血。可见伊的见识广博，并毋是简单是一个单纯的凡夫走卒，伊是一个稳重的世外高人。阿摩斯用咱今仔日的角度看，伊通扮演的角色甲工作是真多元多样性。伊会当是社会工作者，是政治受害者的关怀者兼发言人，是国内外国际局势的分析师兼建言家。伊也是新闻媒体的名嘴甲演说家，伊也是国家甲社会正直的良心者，嘛通讲是路见不平的正义哥，阁是文字报道的工作者等等。这甲咱讲啥物？当然，咱拢毋是阿摩斯，上帝也互咱有无共的才能甲恩赐。毋过，上帝互咱徛起伫各自的乡里，咱伫今仔日嘛有侪的管道，通知影新闻甲媒体咧报地方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变动发生的代志。
咱会当做到甚物款的程度关心甲介入，虽然是真有限，毋过至少当咱有咧看、有咧听、有咧关心伫遮个动态，咱也通替因祈祷。咱的祈祷，上帝要听见，上帝也有看见，上帝也咧关心甲做工，一切也拢伫上帝保守甲看顾下面。保罗伫腓比书第2章第4节甲咱讲：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腓比书第10章24节讲：咱着互相关心，通激励相疼，甲做好事。最后伫遮咧讲，咱爱听主所听，厌主所恶。听主所听，厌主所恶。用简单白话来讲，就是讲咱爱查验什么是主上帝所喜爱，咱就照迄去做；什么是主所厌恶怨恨的，咱就除恶务尽，除掉一切会歹所行、歹所做、甲歹所讲。阿摩司书第1章到第2章上节出现伫谴责各国的罪恶的时，上帝讲：因一遍搁再一遍三番四次，也是再三犯罪，就是讲因明知故犯，挑剔过，罪无可赦，达到天怒天发的程度。这毋是讲小罪就无要紧，大罪才会受罚。咱知影阿当夏娃只是讲白贼，就互上帝的刑罚，咱就大罪来出世。伫上帝标准，无论是大罪是小罪，拢是罪。保罗讲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阿摩司也列举一条过一条以色列人所犯的罪，这个罪拢是因无听上帝，也无听人的证据，所以伫审判的日，连因上精锐的勇士战士，也无法度靠因的勇猛来逃闪受刑罚的命运。保罗讲，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，甲因报应。遐个坚持做好事、追求阳光尊贵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，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。遐个自私无尊趁真理、去趁不义的人，上帝受气甲刑罚会临到因。罗马书第2章第10到第8节。上帝心意是爱咱听伊，甲听人亲像家己。无论有信主无信主，拢着行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甲上帝三角行，安尼才会受上帝的祝福，性命得到丰盛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互阮咧读即个阿摩司书的中间，阮伫第1章、第2章看见上帝你关心伫列国万民，也伫即个世界局势不断咧变动的中间，阮也看见上帝你也疼惜万国万民。主，阮也知影。阮对伫即个世间也着爱关心，爱即个伫事事项项的中间来操作上帝你对即个世界的心意是啥，互阮也欢喜来尊叹来行。阮也着爱了解主你的心意。来经迄个好个拒绝迄个歹个，也互阮无论伫什物情况的中间，阮拢会当诚侪
听主也听人，也是主你所听器具甲儿女，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